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继续来看5月2日，台中济湾发生杀人的事件。当时靠着车顶的乘客齐心合力，甲杀人的嫌犯制服。在去市长罗秀燕公开来表扬9位台中济湾的英雄。市长除了颁发着终身免费的济湾卡之外，嘛致敬着5000块到2万块不等的破案的奖金，就是要来感谢这9位济湾的英雄。为市长罗秀燕的手内摕到终身免费坐中捷的卡以及破案的奖金。这9位人拢是5月21日中捷伤人的案件发生的当时，伫车厢内乘客，因做会制服押武器的嫌犯。我喊说我压住他的刀了，然后帮我还救我这样。穿迄双事发的当时，去bắt到会家的鸭。红葡萄上拄出现这个长头毛的查甫人是安尼讲的。如果是勇者辛梅尔的话，我相信他也会这么做的。也个当时举雨伞，无势力去伤害到家己人的雨伞兄，嘛头一遍出面。是说真的，我也一时间不知道谁是谁，想拿伞去打掉刀，但是我有戳了他2下。他有跟我说不是我。伊讲事发的当时现场上混乱，家己上紧张，才无势力去拍唔到人。当时伫伊的边啊，抢下武器、穿短裤的查甫人，嘛想起当时的状况。2步过去，靠身，还好那个是刀背向我，然后再压到他的那个刀背，就这样一拽。虽然3个人第一时间联手抢下武器，严格嫌犯又搁提出第2支武器，是靠穿乌衫这个查甫人将嫌犯压制伫车门，大家才做回个制服。他是想要这样戳啦，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，我是比较有机会抓住他的手。对，那抓住他的手的时候，我就往车门的方向去压着他。市府本来找到17个英雄，严格其中有2个外国人因为出境下绝。其中10个人，有9位人参加颁奖典礼，其中包括长头毛兄、雨伞兄、穿短裤的查甫人和穿乌衫查甫人，摕到2万块破案的奖金。市府也颁予其他人5000块到8000块不等的奖金，感谢因的勇敢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